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家人，今仔日是增加13例确诊的病例。这个成功市场已经出现几啊个本土案例了，其中一个摊商确诊了后，传染予2个月大的红婴仔，将做全台湾年纪上细确诊的个案。家人市长林佑昌有详细的说明。那据了解是全台湾目前最小年纪最小的确诊案例。那目前这位 baby 一个恢复的一个状况如何那他整个目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稳定当中。那我们因为他年纪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我们透过卫生局我们主动联络台大医院的儿童医院台大的儿童医院。那目前是转入台大儿童医院的新生儿加护病房来接受最好的一个照顾。